好多家長咧都會形容咧自己小朋友咧脾氣好差，但其實好多時咧，我哋首先回歸翻個小朋友咧好細個嘅時候，佢好多時咧經歷一啲唔如所願嘅事。好啦，呢刻咧佢感覺咧好混沌嘅喎，即係可能個身好熱啦，覺得咧好似咧啲隻手身好啲唔舒服咁。但可惜咧，因為嗰時佢受住佢原意所限啊，即係佢唔識得講佢個感受，唔識得講佢而家嘅情緒喎。於是咧，佢唯有咧表現出嚟啦，例如話咧叫啦、揼地啦，因為佢講唔到嘛，亦都唔知啲感覺又好唔舒服嘅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家長就會形容佢咧發脾氣啦。通常父母講呢3個字咧，好少心平氣和嘅，一定父母都有少少懵懵地嘅。好啦，咁你就可以想像到咯，小朋友經歷唔如所願嘅時候，個感覺好差，於是可能揼地叫，跟住父母咧心情又好差，於是語氣又惡啲，語氣又粗啲，可能話佢發脾氣，更加激發到小朋友咧嗰種好唔舒服嘅感覺，於是佢可能揼地再大力啲，嗌得再犀利啲。好啦，於是咧就跌咗一個惡性循環啦。於是喺父母眼中咧，就可以成日都覺得佢小朋友咧發脾氣，一發脾氣咧就揼地啊嗌咁樣。咁好啦，如果我哋試下離開呢個循環圈啦，就係當父母知道其實咧佢身體應該感覺到啲唔舒服嘅感覺，唔識得表達出嚟。如果父母保持呢個角度睇呢個小朋友啊，可能你就冇咁容易咧同佢講話，你又發脾氣啦。可能你會體諒啲啦，例如話，當佢咁唔舒服嘅感覺出現咯，作為父母嘅可能呵護翻佢啦，拍下佢心口啦，可能掃下佢背脊啦，可能語氣輕翻落嚟啦，講説話咧充滿住關懷嘅感覺啦。好啦，喺呢種氣氛下咧，其實小朋友嗰種唔舒服感覺咧就會緩和落嚟啦。好多時喺呢一刻亦都係重要嘅時刻咧，幫個小朋友咧將呢啲唔舒服嘅感覺咧試住透過語言表達出嚟。因為喺呢個時候咧係最好嘅學習時機嚟㗎嘛，佢呢度好熱啊，突然間咧好多力喺隻手度啊，然後父母就會同佢講：係啊，我知道咧你有啲嬲啊。好啦，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小朋友就會將嬲呢個字呢個發音咧配對呢種唔舒服嘅感覺喎。當下次佢再出現呢種唔舒服嘅感覺咧，佢就唔係再揼地叫啦，佢可能會同父母講：我嬲啊！呢刻其實會推動到個小朋友咧，更加係能夠將佢啲感受表達出嚟。當佢感受能夠表達出嚟啦，父母會更加好咁樣透過溝通嘅方式咧去傾咯。例如話，聽到小朋友講我嬲啊，好啦，父母就答佢：係啊，我知你嬲啊，好唔舒服咯。嗱，呵翻先，我哋掃翻背脊，拍翻心口，感覺好啲，我哋再傾啦。咁相對就比較好同小朋友咧去商量，而咧小霸王咧自此就唔會再出現嘅啦。